如果形容樓市係引發市民仇富呢團火嘅主要燃料，最低工資爭議就係點火嘅一支火柴。到底係邊個失驚無神點起呢個火頭呢？要216個連鎖嘅大，你代表飲食界有冇問過佢哋啊？理想與實際，似乎20蚊嗰個1個小時就係最冇乜殺傷力啦。就要蝦工人，要壓低工人人工，等佢哋生活唔到20蚊，我唔知道點樣可以養活我對細路仔。我贊成補貼。而家你等我講定係你講？我解釋。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嘅立場一直爭論不休，勞方堅持最低時薪33蚊嘅立場。代表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喺年初提出時薪20蚊嘅言論，引起勞工界群起圍攻，連所屬嘅自由黨都同佢劃清界線。最低工資要漲價，車裏人亂24。被冠以20蚊張綽號嘅張宇人，最終喺輿論壓力下道歉。我喺最低工資嘅一番說話呢，喺社會上引起咗好多嘅誤解同埋爭議。我想同大家講句，好唔好意思，對唔住。贊成嘅請舉手。最低工資法案年中喺立法會3讀通過，政府其後公布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喺時薪28蚊。眼見新政策殺到埋身，餐飲集團大家樂被揭發喺提升員工時薪嘅同時，扣除佢哋用膳時間原有嘅人工，員工收入因加得減。咁當然我哋可以話我哋可以大方啲俾埋佢。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咁我哋嗰個成個競爭優勢咧，可能會受到影響。反食大家樂，還我放工。事件激起公憤，工會發起罷食行動，最終大家樂喺社會壓力下撤回取消員工飯鐘嘅安排。仇富嘅情緒唔單止因為大政策有可能偏幫財團而慢慢累積，仲喺好多細碎嘅事件引致火頭處處。